請菜手一字排開等候菜果。OK， 嗱，熒光幕顯示係97、282、335、380、401、416、3632、651、716、737、833、1126同埋1196嘅。好，再熒光幕顯示係第20場嘅，進入第20場嘅有97，嗱睇到自己 number 咧。睇佢 number 就向前行啦，向前行3步啦嚇，97、282、335、380、401、416、632、651、716、737、833、1126同埋1196嘅。好啦，其他可以翻去休息先，我哋啊。1196有嘅。啊！大家睇呢個熒光幕上面好清晰㗎啦。OK， 係啦。小朋友太過細啊，所以啲家長啊、領隊要將佢帶一帶位先。啊！4至5歲挑戰龜單人叉叉，一號叉叉叉。又企翻喺頭先個位置咯喎，係小朋友係過嚟先，唔好走啊！1至18場嘅同小朋友跳完可以上嚟攞獎嘅，你1至10。而家宣佈啦，係335、380、係何文文嗰個係啦，401、416。係啊，出咗嚟啦，632，係啊，737，係833同埋1126，好，唔好走啊嗱，下一場再跳擺埋一齊，陳偉幫我哋擺埋一齊，係啦，下一場嘅總會嘅97、282、651、716同埋1196啊，好，唔該，係啦，分散。係咪分 A、B 㗎？我哋呢度係有冇分 A、B 啊？全場嘅 OK， 好。係啦，準備咯喎。
個位置啦。好，小朋友咧嚟頒獎，唔該，陳偉成績好啊 A 組出晒嚟。OK， 出晒嚟先 A 組嗰啲全部啊，我哋係啦，我哋等到一隻音樂咯噃。好嗱 B 組可以上嚟啦 ，B 組嘅家。3號833邊一位？好，第7名，第8名啊，呢個係應該。係啦，335號第7名，非常之乖啊！380、380號，1126邊一位？唔知自己。跟住第4名嘅632，跟住到季軍咯，401。哇！緊張嘅時刻，俾啲掌聲佢哋。唔容易㗎，少咗3輪。你喺度咧唔係冠軍就亞軍啦，我哋嘅亞軍